大家好，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我係 Casper， 即刻同大家跟進下西北太平洋最新嘅低壓活動情況同埋佢哋對香港嘅影響。由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可見，西北太平洋目前有兩個活躍嘅低壓系統。先同大家跟進下喺菲律賓附近嘅熱帶擾動 98W。美國聯合颱風警報中心現時評定佢未來24小時增強為熱帶氣旋嘅機率係中等。雖然 98W 嘅中心附近係有持續嘅對流爆發，但係佢嘅雲團仍然係較為鬆散，未有明顯嘅旋轉中心。電腦模式普遍預料喺極高嘅海水溫度、低垂直風切變以及中等嘅極向流出嘅環境底下， 98W 將會逐漸增強，並且喺未來一兩日發展成熱帶氣旋。不過之後嘅強度仍然係非常視乎於佢嘅整合同埋路徑㗎。目前呢個低壓區嘅移動路徑仍然係存在極大嘅變數。美國電腦模式預料佢初時嘅移動會較為緩慢，隨住副熱帶高壓脊斷裂同埋減弱，佢會轉向東北方向移動，並且有機會喺下週再度移向華東沿岸。但係歐洲電腦預料 98W 係有機會進入南海或者移向台灣附近，但係如果佢進入南海，強度就會比較弱。最新嘅決定性預報更加指出，佢只會以熱帶低氣壓以下嘅強度影響華南沿岸。而 AI 模式就普遍預料佢會進入南海並且移向廣東沿岸，但係登陸地點各散東西，可見現時 98W 嘅路徑係存在極大嘅不確定性嘅。如果 98W 嘅整合位置較西，喺呂宋以西嘅背風低壓就會取得主導地位，到時佢就有較大嘅機會移向廣東沿岸。但係如果 98W 整合較慢，東部中心取得主導地位嘅話，佢就會採取偏東北嘅路徑移向台灣以東嘅海域，對本港嘅影響就會大大減少啦。因此 98W 嘅路徑係非常視乎佢喺未來一兩日嘅整合同埋副熱帶高壓脊嘅強度而定㗎。我哋再同大家跟進下日本以南嘅熱帶氣旋。目前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係55公里每小時，預料會採取偏北路徑並且逐漸增強。當佢增強為熱帶風暴，就會被命名為木恩。但係由於佢對陸地嘅影響將會較細，呢度就唔同大家詳細講解啦。最後再同大家講下香港嘅天氣。天文台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喺下週中期靠近廣東沿岸，到時香港嘅天氣就會漸趨唔穩定，有幾陣狂風雷暴，但係實際天氣惡劣嘅程度就非常之視乎 98W 嘅路徑同埋強度變化，唔排除天氣預測會喺未來一兩日大幅調整，大家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預報啦。總括而言，而家位於菲律賓以東嘅低壓區將會逐漸發展，但係佢會唔會影響香港就非常視乎佢未來一兩日嘅整合同埋副熱帶高壓脊嘅強度。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西北太平洋最新嘅低壓活動發展，有新消息再同大家以影片或者貼文嘅方式報導。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